来看劳动基金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哦，今年前4个月是了1990亿，新制劳退基金哦是了1305亿，平均每一个劳工哦是了11103块。劳动部长洪胜汉今仔是表示讲，劳退是有保证收益的机制，是袂影响到劳工的权益。劳动基金受美国关税战的冲击，今年1到4月了1990亿。其中，新制劳退基金了1305亿，平均每一个劳工是了10103块，引起个人的烦恼。劳动部长洪胜汉强调，目前劳保基金水费维持上调的规模，而且劳退有保证收益机制，劳保是确定基础制，劳工权益未受影响。我们在这个劳退的保障收益机制里面，其实是有确保其实累积的收益一定会是不低于银行2年期定存利率的保障收益那这是劳退的部分，那劳保的部分我们是确定给付制，所以基金收益的波动是不会影响到劳保给付的金额。不过有地位质疑，政府干那靠半保劳保，缺口是愈补愈大，无法度解决劳保破产的危机。对问劳保最后支付责任是不是执法？入法是白纸黑字它确立政府的责任，让政府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也让拨补可以正常化行政院跟院长其实也都表达是持开放的态度，觉得我们可以来研议。针对台湾已经加入超高龄社会，议会表示，退休靠劳保劳退每个月加起来差不多是23440块，钱根本无够用，烦恼台湾下流老人情形恶化。洪胜汉表示，加强宣导民众劳退主题，也要提高中高龄的劳动参与率。其实我们也持续的在落实我们在中高龄就业的专法上面那也因为这个专法，其实目前看起来整体的这个老年的劳参率其实是有提高的。另外，国内有155间业者放无薪假，有2831个劳工受影响。虽然劳动部有充电国出发计划甲各项安定措施，不过分别只有7间甲30间业者申请，成效无好。洪胜汉承认有精进的空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